欧盟打算要对2026年开始针对出口到欧盟，而且碳排放量真悬的产品要来扣税。不过，咱台湾有够3成的钢铁拢是销对欧洲去。民间团体也呼吁国内就要赶紧制定碳价，针对着温室气体排放量也要有限制，政府也要有政策来减少环境伤害。 欧盟执委会14公布55套案，宣示2030年温室气体要减排55%。其中上受关注的碳边境调整机制法案，打算2026年会正式对出口到欧盟的高碳排产品来扣税。若台湾钢铁业有3成出口去欧盟，民团呼吁国内就要量在应用。这2年我们再生能源的设施部件的确受到疫情有一定程度的拖累，将来产品出去变成 高价对这个竞争力有很大的影响。 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 法案第一波管制品，包括水泥、钢铁、发电业等等5大行业，受管制的出口商逐季拢要提出报告，内容要有温室气体排放资讯，也有出口国的碳定价规范。不过，台湾伫咧2018年讲要定碳费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，到2015年通过温室气体减量甲管理法，不过针对碳定价措施拢无明确的机制。你只要后半 会期，我们的温管法这次气候行动法没有修正通过，那我们就等着2024年企业被美国抽碳关税了。就是财政部快点思考说，我们如何就是参照这个我们绿色正纲的思考，然后修订现行的这些燃料税啊，然后我们制定新的碳税或者是能源税的相关的规则。蔡政府捌话讲，国内205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要降到2005年的一半以下。过来伊个宣示，共一年希望会当达到赶紧零碳排的目标。不过，民团要是希望政府赶紧把温管法修改做气候变迁行动法，也要赶紧把零碳排时程纳入法案内底。记者阿敏、金玲、小凯台北报道。